隔離陳太啊，新婚入伙冇耐之後就逼咗個孫出嚟啦，仲為咗個孫啊裝好晒窗花同下位刷，做晒防水添啊！我就唔知有冇抱孫嘅福分啊！你哋都裝修好晒啦，生仔未啊？整好隻窗未啊？加咗窗單未啊？做好防水未啊？就快噶啦！快！唔使驚，陽光仔，陽光仔，年尾裝修講收尾，先發現鋁窗有問題，即刻揾我哋陽光鋁窗，免費上門檢查，維修最快1日完成，入伙唔使再頭痕。我哋提供免費上門驗窗服務，無論鋁窗維修、防漏工程、新造鋁窗、窗網安裝、露台門維修等等，一應俱全。亦有提供強制驗窗代辦屋宇署合格證服務。喂，冇問題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